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得到上帝的看顾保守，能够经过一礼拜。伫这礼拜当中，得到上帝的照顾、供应，咱身躯顶面所需要的粮食圣灵伫咱的心中来安慰，互咱有平安。互咱无惊吓，带咱一个勇敢的心。虽然这个世界仍然这个病毒仍然伫这个世界非常的厉害，全世界有3927万人得到这款的冠状病毒的病。死亡的人数，全世界有110万、10几万，10万3000几个人死亡。咱想到这咱心内感觉真忧愁美国已经有800几万，印度700几万。巴西有500几万，俄罗斯有100几万，亚洲有90几万、80几万，真多死的人是已经达到1,100,000 103,000，遮多人。当咱想到这家庭，这拄到灾难的人，这家庭因所开的钱。因所受的痛苦，哎呀，实在真惨。咱来为因祈祷也求神也保守兄弟姊妹心中有平安。虽然听到真侪无好的消息，但是咱伫主的内面来祈祷，好好祈祷，也反省咱的生命，甲主的关系怎样？这个是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多谢你。虽然伫这个疫病仍然非常厉害的点钟，阮仍然得到上帝你的保守到如今。你毋但供应阮身体顶面所需用的，也互阮伫心灵顶面得到圣灵的安慰鼓励，使阮勇敢的心，也互阮一个警醒会晓小心家己。为了为着怀伫苦难当中的来祈祷，求上帝，你亲自安慰怀离开世间的人，也互怀活着的人因所使用的，也赐托在执政掌权的人有聪明智慧，当来怎样安排因的需要，来怎样来医治，就赐托在医生看护。有聪明智慧，也有勇敢的身躯，当来医治这病人，互阮这个社会顶面的治安得到上帝保守，将魔鬼撒旦来破坏这个社会，犯罪人的犯罪，来真侪人受害，来求主人民来拦阻魔鬼撒旦当中做破坏的工作，是吧？我来求你。互人有一个警醒，回到上帝的名下，辛苦主耶稣做因的救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求上帝你来带领，借着你宝贝话语，借做阮路顶的光，脚前的灯，路顶的光，也做安慰的工作。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一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
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领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领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领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兄弟姊妹，今仔主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我知影上下掌管着明仔日。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咱逐个人对咱前面的道路会发生什么，咱拢毋知影，但是袂要紧，因为咱的救主，咱的上帝，伊知影咱的明仔日，伊也是指咱行着的路。感谢主。所落去呢，我要先读规则的圣经啊，拢是讲到上帝知影咱的路，要指引咱的路。伫约伯记第31章第4节安尼讲，伊讲神检袂察看我的道路，要锁点我的骹步呢。即搭讲到上帝，伊知影咱的道路，并且要到底咱行几步，伊拢知影。约伯记34章21节也是安尼讲，是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要看明人的骹步。咱咧行的骹路，所要行的路，上帝伫遐咧察看，伫咧看明。看要指引人，帮助人。诗篇第1章第6节安尼讲，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的确要灭亡。这是讲到耶和华知影义人，义人就是怀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的人，咱的道路上帝知影，所以咱免惊，因为上帝是慈爱、信实、宽阔的上帝。
箴言第16章第9節講，人的心籌算家己的道路，獨獨有耶和華來指引伊的腳步。即搭講到上帝要指引咱的腳步，咱人逐擺拍算即項，拍算迄項，結果咱的拍算未實現，有時行毋着路，但是神要指引伊的腳步。另外一個所在，以賽亞書55章第8節到第9節，安尼講：耶和華講，我的意念非同恁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恁的道路。天怎樣懸過地，照樣我的道路懸過恁的道路，我的意念懸過恁的意念。詩篇25篇第12節，安尼講：上敬畏耶和華，耶和華的確要指示伊當選擇的道路。上敬畏耶和華，耶和華的確要指引伊應該着經選的迄條道路。以賽亞書43篇43章第19節，安尼講：看哦，我要做一件新的代志，如今要發現，恁敢毋知影嗎？我的確要佇曠野要開道路，佇沙漠要開江河。咱人生就像行佇即個曠野，親像咧行沙漠的道路，真荒野，無人煙，無人誒，閣無一個生物但是呢，咱若是行佇即款的道路咱可能會喪失方向，可能咱會拄着生命的危險，因為遐是無水，無通食。但是一搭甲咱講，耶和華在人生的道路中面，伊要開道路，佇沙漠咧要開江河。感謝主的恩典，神是怎樣照顧伊的行離。今仔日咧，當咱看到這個疫症這個病毒佇世界非常的厲害，真濟家庭、真濟生理、真濟社會的情形嘅改變非常的憂愁痛苦。所以關於這個人活佇世間會拄着這個苦難這項代志，人大家佇咧想，到底這個苦難對倒落來苦難對咱的人生有啥物目的有啥物意義無？若無咱是白白受了這苦難，最後咱就無咯，行了人生的道路，就是安尼煞去了嘛，就安尼受苦，無一個價值，無一個目標，無一個環境。但是咱信主的毋免驚，因為聖經關於講到苦難的代志，互咱有真好的指示甲說明。所以這個苦難講到這個苦難是古今中外攏是有的是世界頂是個世界性的一項代志毋是說這個國家有，別個國家無，全世界攏有。那麼人類的這個痛苦這個苦難是對倒落來咱攏知影，開始是對人犯罪來，是對罪惡來的。然後這個罪帶來的是肉體叫心靈的痛苦，最後是行到死亡的道路。那麼神的行離，這個基督徒，咱到底是會佇這個世界會拄着這苦難未咱的答案是也是會。為什麼呢？因為經驗甲咱講，咱也是會拄着，
主耶稣伫世间的时节，也是甲咱讲提醒咱。约翰福音16章33节安尼讲，伊讲我将这代志会甲恁讲，是要叫恁啊，伫我的内面啊有平安。伫世界顶，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怎样呢？我已经赢过了世界了。这是主耶稣伫世间最刚时节所讲的话，提醒咱一个警醒，讲咱虽然信主了，咱仍然活伫这个世上，也是会拄着遮苦难的代志。但是有的基督徒呢，会拄着真严重的遮苦难，心中非常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经济顶面的问题。有时呢，魔鬼撒旦直接的攻击，所以真侪基督徒啊，伫苦难当中啊，有时会向神来呼发，来问神，讲上帝啊，为什么这个灾难会临到我呢？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有这苦难呢？咱袂明白，但是圣经吼有互咱一家亮光。腓立比书第1章第29节安尼讲，伊说恁啊，因为恁啊蒙恩啊，毋但也是可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伊来受苦啊。因为恁蒙恩，毋但有通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伊受苦。即搭讲两项事实，头一项是说咱相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这个恩典啊。伊讲，因为恁蒙恩，蒙恩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伫罪恶当中应该着灭亡但是咱信靠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替咱担当这个罪过咱信靠伊为咱担当这个罪过，替咱会做死伫钉死十字架顶，咱相信伊，咱就做得到赦免，并且伊使咱永生有将来永远的盼望甲荣耀。感谢主，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呢，伊讲咱要并且要为伊来受苦，为耶稣来受苦。所以咱活伫这个世界顶有神的恩典，但是咱也是伫这个世间受苦。头一项呢是讲到咱信靠主耶稣，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得到上帝的拯救咱有天堂的盼望，有上帝的爱，伊会听咧陪伴咱一生的道路，并且有永远甲主同在，咧享受甲主迄个荣耀内面第二项的事实是啥物啊？伊说咱若要有这个特权要甲伊受苦，咱为甲主受苦为主受苦是即款的特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听咱，借着伊的独生囝为咱来受苦，来做成一个救恩的工作。那么伊伫这个世间顶也有对咱每一个人有一个目标甲计划特别伫苦难当中，更较可能明白上帝；伫苦难当中，要栽培一个人，更较听主；伫苦难当中，要可能为上帝做了更较伟大的代志更较有价值的代志。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腓立比书3章10节，伊说要互咱明白基督。会晓得伊复活的大能，并且会晓得甲伊相合受苦，要效法
模仿伊会死啊！这是保罗的祈祷啊！要模仿耶稣会死受苦来做成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咱看主耶稣啊，伊是伫天顶荣华富贵的所在啊，为什么要降临啊？伫这个水的乡村啊，伯利恒，对遐开始啊，伊就行了人生，行入这个人生的道路。伊伫工作当中啊，互人看唔起，互人咒詛，互人骂，互人亵渎伊的名啊！伊为着上帝的工作啊，医治病人，别人来亵渎伊，伊是靠魔鬼来咧行出神力技术的，亵渎伊，并且伊就一步一步的伫咧行到这个耶路撒冷，并且伫遐受到真大的审判，互人鞭拍啊，互人骂。屁臭烂啊！用各款真严、真厉害，而且刑罚伫伊的身顶，最后可以掠去，互人掠去钉咧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啊！来做成一个救赎的工作。若毋是耶稣安尼做，咱今仔是诚做一个无盼望的人啦。哦，若无耶稣伫十字架顶做成这个救恩的工作。咱活伫世界在苦难啊，到底有啥物益处啊？有啥物意义啊？所以一般无信主的人啊，伊讲啊，生命吼，实在无意义呢。敢若真呢？因为一出世吼，就行入这个苦海啊，这个人生的苦海内面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黑暗、动荡不安罪恶啊，真侪问题啊。哦，真侪灾难的代志啊，真侪痛苦的代志啊，真侪流目屎的代志啊，最后行到死亡的道路。那么人活伫这个世界啊，一世人伫咧受苦受难伫咧在苦难啊，人活着有啥物益处？有啥物意义啦？所以有的人啊，一方面有的人是看破了，就是放纵家己。乱做、七做八做、犯罪的代志，拍歹身躯，陷害别人，放纵家己。另外一方面呢，消极到自杀。所以啊，人若无上帝这个无上帝的这个应允啊，佮将来的盼望人活伫这个世界无意义啊。但是苦难对于一般基督徒来讲啊，苦难是一款的计划，上帝的计划的 plan， 这个 plan 因为上帝对每一个伊所听的囝儿，接着伊的独生子耶稣用伊宝贵的生命所拯救出来的囝儿，要称呼因成做上帝的儿女啊！这些人啊，将来要来接受上帝丰盛的下些财产圣经讲到迄个接受上帝的丰富。那么因活伫这个世界顶有目的，有一个计划因为上帝看重这上帝的囝儿。看重怀也无信主的，盼望因每一个人拢信主得救，进入到上帝的这个国度内面。所以保罗伫8章，伫罗马书8章28到29节安尼讲伊说咱会晓得，咱知影万事拢互相效力，有一个应效，有一个效应互相效力，彼此伫遐效力。伫咧磨合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为着要叫听神得益处，就是按照上帝旨意去调出来的这些人。因为伊预先所知影这些人就预先定了效法伊的囝耶稣的模样，互因伫互耶稣哩
伫真侪兄弟当中做长子就是咧效法主耶稣所做的代志，有一个目的，为着要叫咱得到益处。那么有人就问咯，那么苦难是对倒落来啊？苦难是对倒来，为什么叫做苦难啊？下面几点，头讲是苦难是对人的罪，叫伊所做错误的代志所带来的一件苦难。提摩太加勒太书第6章第7节安尼讲Galatians 6:7 chapter 6 verse 7安尼讲，伊说唔通自欺，唔通家己欺骗家己，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袂用随便得罪，神是神圣的，唔通随便对伊无礼貌，对伊不敬对伊随便上帝所讲的话无去听，无去做，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伊讲说落去，伊讲人种的是什么，收成的也是什么。直到讲，咱亲像种瓜得到瓜，毋是万乐是迄个白瓜西瓜还是什么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对这节经文里面互咱看做一个因果律有因原因，就有这个结果这个 cause and effect 伫这个所在。所以那这个人伊若是犯罪害了人这是伊的原因。那么伊的结果是什么呢？伊就是互政府掠去关，掠去审，掠去刑罚，还是判死刑，这是伊的结果。如果呢，伊若是知影伊的罪，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那么伊的罪仍然伫主内面得到赦免，伊有灵魂的得救。但是按照国家还是地方政府的律法伊着对伊所犯的罪着负迄个律法的责任，应该是掠去关，还是掠去刑罚，还是掠去判死刑等等。所以伊敢若受到这苦呢，是因为伊犯罪，因为这个罪谋杀人。然后伊受到这苦，所以是因果论伫遮。一个一个譬如说，一个人若是直爱啉酒，非常的厉害，点烟非常的厉害还是吸毒非常厉害，那这个人就是爱做这酒烟毒甲这佚佗无应该有的这习惯的时节，那么伊呢，自然伊会拍歹伊的身躯了，可能伊有肺癌咯，还是别米款的身躯顶面的疾病咯，伊就入去病厝咧咯，伊身躯就乱弱咯，甚至有可能会坐骹躯因为吸毒卖毒甚至去到最后就是破病死咯，这个是什么呢？伊虽然后壁真侪苦，但是敢若又种了这个因因就是你种了什么，后面才就是伊的结果咯。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因果律所以咱们问，这个痛苦是对倒落来苦难对倒来，是对罪恶来，甲伊所创的唔对的一个代志。第二项。所以咱就认罪悔改归向神第二项苦难对倒来，苦难也是对别人所
犯的罪，甲因所创的错误的代志抵来。哦，所以咱看无偌久以前吼，有个人啊去劫人的物件，劫人的跩宝贝物件盗走，落尾去掠着咯，去掠着咯。怎样啊？就有人就甲伊拍死，头站起来，徛咧街路中，跩时间，了车怀去单死的怀人，叫迄个警察迄个保镖去怀歹人拍死，刑请单死，跩人就痛苦咯，干那会遮尔光天化日下面啊，互人拍死，互人抢劫咧，损失偌侪财产，内面佫着伤，可能有人死。跩苦难对倒来，是因为人的罪，甲因所做的错误的代志。若毋是神保守上帝啊，无一件咱跩属神的，无一项会发生伫咱的身顶。所以咱明年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可能也是会拄着跩代志。但是呢，若毋是经过神的允准跩袂发生伫咱的身顶。诗篇第91篇咱若是掀开圣经，倒去你来读这篇圣经，怎样？即讲到神会特别的保护。第三项苦难是对倒来啊？苦难是对倒来是对家己受试探失败了所抵来的痛苦甲苦难。有的人就是因为贪心，也是做毋到讨这个钱财讨这个色讨各款的引诱，魔鬼的引诱。当咱咧需要的时阵，引诱就啉唔够。这就主耶稣伫咧腹肚枵的时阵，魔鬼就借着这个叫耶稣用石头变食物来引诱伊来犯罪所以犯罪是引诱是当咱人极需要的时阵，魔鬼的试探就来咯。咱若是徛伫条苦主的恩典，徛伫条像主耶稣3摆拢得胜了，得胜了魔鬼的试探。因为魔鬼亲像嚎叫会使高地，你要来找吞食的人，要来陷害人。但是圣经甲咱讲，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安尼甲咱讲，伊说恁所拄着的试探无非是人所有法人领受的，所有法人受的神是真实的，的确袂叫恁受试探超过了恁所有法人接受的伫受试探的时阵总要甲恁开一条出路，叫恁有法人忍受得了。即甲咱讲伊说咱所受的试探，试探虽然真大真厉害，魔鬼的攻击真大，但是上帝要互恁受试探袂超过咱所能承受的。要为咱开一条出路叫恁有法人忍受得了所以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是免不了伫这个世界中受到试探，受到罪恶的试探、魔鬼的试探，叫咱的朋友亲人的试探，叫咱犯罪上帝知影咱的迄个承受迄个试探的迄个极限的个程度偌济，伊就要来帮助咱伊就要为咱开一条出路。当咱无办法的时阵伊就伸手来帮助咱，加添咱的力量互咱一条出路。这是上帝的应允那么第4项呢，就是咱受苦受这个苦难有时咱袂明白为什么
但是这项可能就是上帝伊的权力会介入伫咱的人生道路顶面，这是伊的旨意。咱有时拄着这项代志，咱袂明白，都好势啊！阮做人都好势啊！食啉逐项就真卫生啊！干若真诶，你拄着这样诶代志，亲像约伯做人好势啊！上帝真看真懊恼伊啊！伊讲你是一个完全人啊！敬畏上帝，有真好诶家庭，有真丰富诶家业，但是一日内面完全无去咯，10个囝仔也无去，跩财产牛羊，跩仆人皆无去咯，损失去啊！你袂明白，有时咱临到一件代志，苦难临到代志，咱真侪问题，敢若是，咱忍受袂了，就向神发出来，为什么啊？咱问神啊，有时神袂互咱答案，为什么袂互咱答案呢？咱毋知影，到底神互咱拄着这代志，目的是什么啊？所以圣经内面有时主耶稣捌讲安尼，你现在袂明白，拄着在这袂明白，将来会知影，将来会知影。哎呀，咱今仔日拄着真侪这代志我袂明白啊，干哪子啊？耶稣讲，你一阵袂明白，下摆就知影，有上帝的美意伫当中。圣经有真侪例是安尼亲像这个施浸约翰，伊为主耶稣做开先锋做先锋为伊开路，为主开路，伊做了真侪有比的工作，真出色。但是伊却互希律王掠去关卡区，耶稣离伊也是真近，耶稣无去探望伊，无去安慰，为什么咱毋知影？可能咱有时会拄着问题可能也是真少人会安慰咱，会鼓励咱。但是咱毋通怨叹，咱毋通埋怨神，因为咱一阵毋知影，将来就会明白咯。或是一阵袂明白，将来就知影咯。可能耶稣捌对施浸约翰讲：约翰啊，你伫骹区内，只好就是仰望上帝的恩典。神甲你同在，咱毋知影。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那么到底什么目的呢？苦难到底目的是什么？苦难是要叫咱受苦难的人在神的行里，要互咱来证明咱是属神的这个行里的这个身份，做行里的身份。这个路财，伊若做毋对，可能该骂者。但是，若真正对伊的行理呢，伊就好好来督促伊，来指正伊，来引带伊，甚至用鞭拍来拍伊，为着是啥物啊？要显出伊是我真正会行的身份，所以我才用这款的真严的手段来引带。所以希伯来书伊讲，做行里的、做老爸对行里的有这个专严的手段，是因为来显明伊对这个行的疼，叫伊这个做行里的证明伊的行里的身份伫倒落。圣经也讲，苦难要叫咱得到益处，要互咱的生命更较宝贝，更较
看重咱的生命看重上帝的安排。咱也注意咱有时咧看到起厝一条这个铁条steel 可能俗俗咧，有人去安尼计算一条铁条一块铁，可能一条可能值咧100块，值咧100块。但是这支铁条若无经过火的炼去烧阳，无经过单推的伫咧卡，伫咧拍，伫咧身顶，伫咧推，反正是这条值100块的。但是这支铁若经过火炼了，经过敲打，用单推来敲，就敲出什么物件出来呢？可能伊会敢拍出一对下种的马蹄，咱是家己坐马车伊去马下骹有用铁的鞋铁蹄叫铁蹄，创一 set 的铁蹄，可能真做变做300块咯，100块一块铁变做300块。那过来卡，可能这支铁变做真宝贝的针咯，咧天山的针还是机器内面的零件针咯，还是天山的针咯，可能再创了真多的针值咧偌钱啊？可能值咧700块，可能超过这个针俗的，但是真多是做700块。换转来将这条铁搁来卡，烧过来卡呢，可能来做真水、真宝贵的，会刀咯、菜刀咯，还是什么刀咯，还是德国的刀咯，非常的贵这刀咯。这条铁我创偌济刀值咧偌钱65,000有人算起来。换等佫将这个铁甲卡，行烧咧，佫创真侪手表贵重的手表，零件甲spring 叫所以物件值偌钱500,000，有人安尼计算。所以这个铁若无经过烧炼、甲卡、推、拍，反正100块，还是经过火烧、经过推去拍，经过了安尼就值钱咯。咱人生也是安尼，这个人出世了，若无经过推炼，无经过火炼，无经过在苦难的训练咱袂成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作为的人，是神所重用的人。咱看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物亲像这个约瑟，亲像摩西，亲像跩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有真侪跩大卫王，跩若无经过苦难因就袂成做真合乎神贵重的器皿，互神所用。过来苦难。有法人叫这个人有圣洁，当苦难来的时阵，伊就反省家己的生活，甲伊的内心，后尾伊就更较亲近神，过圣洁的生活。过来要试验这个人，苦难要试验这个人，到底对神会听无？咱亲像后壁来喊，上帝要叫伊会甲你奉献，互伊。要试验伊人，将伊的肝要甲抬死，甲伊烧，然后就讲哎呀，对咱也是毋甘这个苦难临到我，临到咱实在是真艰苦。但是这款苦难是要试验一个人对神的忠心甲听。过来圣经讲苦难要互人有一个极好的结基。所以希伯来书12章4节安尼讲，凡管教的代志当时袂觉得快乐，反倒当受苦，
后来却要迄个经验过的人、经过的人啊，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迄个就是义，迄就是义。感谢主。最后呢，咱来讲到咱毋知影明仔日的道路，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主。咱昨仔读的圣经，伊要引带咱行水面的道路。我毋知影我的道路，但是我知影上下咧掌控迄个明仔日。有一个人，圣经的真出名的人物，就是约瑟的一生啊。为什么约瑟一生咱若对伊少年17岁爱做梦，到伊因老爸找伊出去找因阿兄，才互因阿兄要害死，害无成，结果甲伊卖杀，出卖伊就搁一站，就是伊的要做奴才，要做奴才要互伊的迄个女主人陷害，要告伊要强奸伊，将伊掠去关骹区，即对伊掠去骹区内面变做行到皇宫咧，做宰相。对做宰相来拯救伊这个规个埃及国，交伊的家族以色列家族来拯救这个民族袂灭亡，袂去饿死。所以咱看伊一步一步伫咧行的时阵，我就想到有一块歌这块歌是啥物啊？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我记得伊内面的歌词是安尼讲：伊讲伫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伫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咱像车站一站一站，你的手总是咧牵我，将我带到你的身边，甲我讲应该行的路是啥物？无有骨落去死亡的路。上帝，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宽深？这首诗歌，互咱一个简单，这个约瑟正亲像一块诗歌安尼讲伊是我人生的每一个坎站，每一站还是每一个楼梯站你拢是牵我的手行过，无带我到死亡的路。神你的疼。知影神的疼何等的长阔宽深，所以咱看这个约瑟伊心内有信心，知影上帝咧引带伊行这条路。虽然一站愈行，对这个盼望行到骹区内面完蛋咯，死咯，无路通行咯。但是伫人伫绝路的时阵，我靠上帝。互伊行一条出路，就是做宰相，行到王宫内面去毋但来拯救这个国家埃及的国家，并且拯救了伊的家族这个12个伊的兄弟12个，就诚做将来形成规个以色列国的家族12个支派，非常的伟大因为伊知影上下要带伊行明仔日，上下掌管着明仔日，乃是上帝。所以对伊的历史当中伊的家庭当中，咱知影伊有信心，伊也无埋怨，伊拢是遵着这个听上帝，无愿意犯罪。人要引带伊犯罪，是我做这项代志，减会用得罪上帝吗？咱看伊对老爸母的这个家庭的孝顺，对兄弟的孝顺，伊的面定定是向光的到底这个人消极叫积极伫苦难中，这个消极，这个积极伊的情形是怎样我等这个人伊的面若是向光的时阵伊的黑暗伊就袂看到黑暗，伊的暗影咯。但是一个人若是直直看伊的黑暗的所在，伊的影，乃是因为伊的巴结
是向着迄个光啊。圣经讲说，上帝是光啊，光是代表什么啊？就是光明啊，有爱啊，信心啊，勇敢啊，饶恕啊，原谅啊，疼心啊，跩啊，是光明啊，这是属上帝的本性。咱有向光的时阵，就是向上帝的光明的。好，反黑暗的呢，就是想到咱歹的代志。咱直直看咱的乌影，因为干来讲，咱把只向光啊，咱才看到乌影。咱想到歹的代志、黑暗的代志、罪恶的代志、别人怎啊对待咱的代志，咱无原谅的代志，咱无赦免人的代志，有真侪暗淡的代志，拢是黑暗的。咱看这个伊的兄弟叫伊的比较，当约瑟叫伊的兄弟杀人的时阵，伊迄兄弟大家惊半死，为什么啊？因为抑个还顶摆的罪恶的代志，怎啊陷害伊的兄弟，所以黑暗的代志啊，常常去想，常常说哇，这个兄弟，咱一阵啊知影伊做头路，做宰相啊，伊会保守咱啊，伊敢发收起啊，会保护咱啊。所以因心内真惊，因为干呐，因的目睭是看因的暗影。但是反倒当约瑟是看光明的，伊有面向有信心，有饶恕，饶恕有原谅，有无爱犯罪，伊是看光明的时阵啊。所以约瑟讲伊的兄弟讲，说你免惊，恁顶摆做的代志，恁茫搁去想咯。来，这个是上帝是为我来安排先来到埃及这个所在啊，为着要救人的性命，救埃及的性命，叫救咱全家族的人的性命，甚至将来迄个以色列国的性命。伊面是向光明的，暗影就伫伊后壁。咱若是向黑暗的。咱的把只是背光啊，无要找上帝啊。这个人后壁来向光背光明离开上帝伊的前途看到是黑暗的。这个人你也是常常看上帝，伊是面阿日，咱的面阿日，上带咱来行面阿日的，就是上帝。伊面向光的时阵。伊就袂惊，伫灾难来的时阵，伫苦难来的时阵，伊仍然内面有信心、有力量我人向光明行，向头前前进。盼望在话语我能帮助咱每一个人。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接着今仔的信息。虽然阮仍然伫苦难当中，伫灾情厉害的时阵，甚至阮被关咧伫厝内无法通出门，有诶生理出了问题，有诶人诶身躯出了问题，拄着遮个病症，毋知要怎应付，是毋是有法通活命？在经济问题要怎样解决，拢真担心。但是上帝啊，阮知影，虽然阮毋知影头前所要拄到的代志，但是阮深深的相信，阮知影迄个管面阿日的迄位是上啊，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阮耶和华，阮的好牧者。阮伫伊的内面就无滴到欠缺，阮就有平安。要带阮经过迄个死荫的幽谷，阮也毋免惊。虽然有敌人来陷害，但是有可能靠着主来夸胜，因为阮一生一世得到有恩惠甲主爱，君地着阮。阮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多谢天父，
我想主耶稣，你会听痛，无不离不弃诶对待阮，阮感恩，感谢主，求你将这个信息来带条入到兄弟姊妹心中，真做神所托因的力量。我让你祈祷交托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